同成人嘅靜觀練習唔同，小朋友嘅靜觀練習，我哋會建議用遊戲進行，因為遊戲會讓到小朋友更加有興趣，保持練習嘅習慣。以下嘅練習，如果小朋友唔能夠完全跟足嘅話咧，父母都唔需要擔心㗎。父母可以因應小朋友嘅年紀同埋能力進行調整。只要記住靜觀嘅定義，不批判、不反應，全神貫注，留意自己嘅想法、情緒、身體感覺，咁就可以㗎啦。我哋今次咧係要玩一個咧，就係黐咪摸字。我哋要跳跳，咁我黐完之後咧，你哋先至一齊跳咯喎。好，依家3、2、1，開始，睇下邊個揈得快。我咪都跳，係咪？好啦，你跳，我哋一齊跳。揈！咁我哋依家跳完咯喎，不如咧，我哋依家試下瞓喺度啦。瞓低啦喎，依家我哋嘅手咧，可唔可以擺喺個胸口嗰度先？胸口？係啊，眯埋眼睛。我哋試下深呼吸啊，感受個地下嘅感覺係點樣？好啊！聽下自己嘅心跳，依家嘅心跳係快定係慢啊？快！透過前面嘅活動，讓小朋友能夠明白到原來我哋身體反應某程度上都係反映到我哋嘅情緒㗎。咁呢一個親子靜觀嘅遊戲咧，就可以舒緩到咧小朋友咧平時嘅緊張啦，同埋佢哋嘅壓力嘅，同時可以更加了解到自己嘅身體嘅感覺嘅。咁大家有時間都可以一齊同小朋友去做下。拜拜。喺遊戲過程進行當中咧，父母應該用正面同埋鼓勵嘅説話去同小朋友進行互動㗎。靜觀遊戲唔同訓練，所以父母唔需要強迫小朋友咧去做練習。小朋友應該喺願意同埋愉快嘅情況底下同父母進行呢啲遊戲。喺呢個前設底下進行嘅互動，其實你同小朋友嘅關係已經得到大大嘅提升啦。